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香港聲聞。話說1992年嗰一日，香港娛樂圈流出咗一段錄音，震驚咗成個演藝界。電話入面一把女聲尖銳到幾乎要刺穿耳膜，佢用最惡毒嘅語氣鬧爆對方：我真係恭喜你啊，簽咗個洪恩咁蠢嘅女人返嚟，你冇諗過捧紅佢？咁你簽佢返嚟係咪想牽佢入嚟卜佢啊？呢把聲就係當年風頭一時無兩嘅混血美人李嘉欣，而佢鬧緊嘅對象就係香港地產大亨劉鑾雄。至於佢口中嗰個蠢女人，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嘅主角洪恩。呢段錄音一出，成個香港娛樂圈都震驚咗，大家先知道原來溫文爾雅、知書識禮嘅港姐李嘉欣鬧起人嚟係咁粗口爛舌、咁不顧形象嘅。但係更加震驚嘅係，佢點解要咁嬲？答案好簡單，因為佢發現自己嘅金主劉鑾雄竟然偷偷摸摸簽咗另一個靚女返公司，而嗰個靚女正正就係當時先得22歲、靚到令人窒息嘅洪恩。李嘉欣嘅嬲係有原因㗎，佢睇相都睇得出呢個女仔有幾靚，濃眉大眼，皮膚白到發光，身材玲瓏有致。最重要係嗰種溫柔驕傲嘅氣質，同佢自己嗰種精明無味完全唔同。呢個後生女絕對有威脅性。於是乎，李嘉欣就喺電話入面大發雷霆，鬧到劉鑾雄狗血淋頭。仲有傳聞話，李嘉欣唔止喺電話度鬧啊，佢仲曾經喺後台刮洪恩塊面，推佢，用盡一切方法去羞辱呢個佢眼中嘅情敵。而嗰個被鬧蠢女人嘅洪恩，當時仲天真到以為自己只係簽咗份工作合約，完全唔知自己已經捲入咗一場豪門爭寵嘅大戲。佢後來接受訪問嘅時候仲話：我同大佬只係合約關係，私底下從來冇見過面。呢句話聽落係咁天真無邪，但係有邊個會信？一個女人俾香港首富簽約，被佢猛推資源，點會只係合約關係咁簡單？結果點呢？李嘉欣最後贏咗呢場仗，洪恩灰溜溜咁離開咗劉鑾雄嘅公司，仲孭上咗笨蛋美人呢個稱號，一孭就係30幾年。最諷刺嘅係，李嘉欣嗰句蠢女人，竟然好似一個預言咁，精準到令人心寒啊！呢個女人用佢傾國傾城嘅美貌，活生生將一手好牌打到一塌糊塗，將自己嘅人生活成咗一出悲劇。點解一個咁靚嘅女人會活得咁慘？呢個故事要由佢嗰個破碎嘅童年開始講起。1970年10月9號，洪恩喺福建晉江出世。唔好以為佢係千金小姐啊，佢嘅童年可以話係慘到極點。5歲嗰年，爸爸媽媽離婚，而佢嘅老豆係一個爛賭鬼。離婚之後，對老婆仔女不聞不問，連1毫子嘅撫養費都唔俾。阿媽一個人帶住4個細路仔女，由福建搬去香港北角，靠住打散工養大佢哋。細個嘅洪恩唔單止窮啊，仲有哮喘病，成日病到喘唔到氣。為咗幫補屋企，佢好細個就出去做嘢，執樽執罐，做各種零散工。同齡嘅小朋友仲喺度玩泥沙嘅時候，佢已經要諗住點樣幫屋企搵食。呢種缺乏父愛、物質匱乏嘅童年，深深咁影響咗佢一世。佢喺訪問入面講過，佢細個最大嘅夢想就係買一間大屋，俾一家人住埋一齊。呢句話聽落好簡單，但係背後係一個女仔對完整家庭嘅極度渴望。呢個渴望後來成為咗佢人生所有悲劇嘅根源，因為佢太想要一個完整嘅家啦。佢願意為咗呢個夢想犧牲一切，包括自己嘅尊嚴。1990年，19歲嘅洪恩被資深演員陳欣健發掘，推薦佢入娛樂圈。佢唔係港姐出身，純粹係俾伯樂相中。一入行就拍咗許氏兄弟嘅電影《新半斤八兩》。當時嘅洪恩真係靚到令人窒息啊！濃眉大眼，滿面春風，皮膚白到好似會發光咁。最重要係嗰種天真爛漫嘅氣質，睇一眼就令人難忘。但係入咗娛樂圈，拍完第一套戲之後，洪恩發現自己竟然冇戲拍，呢個打擊對佢嚟講好大，因為佢仲要養家。佢暗地裏下定決心，只要有人揾佢做嘢，無論幾辛苦佢都答應，因為佢要揾錢，要養家，
肩負重任，總唔可以空手而歸。只要工資令佢滿意，做乜嘢都得。就係因為佢抱住呢種為咗揾錢乜都肯做嘅決心，先至會喺1992年落入劉鑾雄嘅圈套。當時洪恩嘅閨蜜蔡少芬正係劉鑾雄嘅女人之一。蔡少芬嘅阿媽係個爛賭鬼，爭咗周身債，為咗還債，佢將個女推俾劉鑾雄。劉鑾雄對蔡少芬都幾好噶，唔單止幫佢阿媽還清債，仲俾咗間屋佢，更加為佢舉辦咗一場超級豪華嘅18歲生日宴。蔡少芬雖然同劉鑾雄有關係，但佢從來都冇諗過要上位。佢只係想踏踏實實還完債，然後過自己嘅生活。佢就好似後宮劇入面嘅沈眉莊咁，從不爭寵，對劉鑾雄嘅原配寶詠琴尊重客氣，對李嘉欣敬而遠之。而正係因為蔡少芬咁識做，佢先至可以全身而退。後來遇到錫佢愛佢嘅張晉，生咗3個女，仲喺內地娛樂圈混得風生水起。但洪恩唔同啊，當蔡少芬將佢介紹俾劉鑾雄嘅時候，洪恩知道對方財力大，擁有嘅資源多。佢雖然知道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，但係為咗能夠喺娛樂圈混出一條路，佢毅然決然接受咗劉鑾雄嘅邀請，簽約去咗佢旗下嘅中華娛樂公司。劉鑾雄對洪恩一見鍾情，被佢嘅美貌深深吸引。洪恩嘅美係嗰種不加雕飾嘅自然之美，佢嘅一顰一笑都仿佛能夠牽動人心。劉鑾雄對佢好好，猛推資源。簽約之後，洪恩嘅影視資源果然好咗起身。1993年直接接咗4部作品，佢同黎明、李嘉欣、王菲、朱茵呢啲一線明星合作，一時之間風光無限。佢喺原振俠入面飾演嘅藍玲，溫柔善良、清麗脫俗，係黎明飾演嘅原振俠心中嘅白月光。當時22歲嘅洪恩同李嘉欣同框都絲毫唔輸蝕噶，但係咁好嘅資源，自然就引起咗李嘉欣嘅妒忌。李嘉欣係個好精明、好強勢嘅女人，佢處心積慮想要排除任何情敵，見到洪恩出現，自然就唔會放過佢。於是就有咗嗰段錄音，仲有後台掌摑推擁嘅傳聞。洪恩係個溫順岸厚嘅女人，佢點同精明狠辣嘅李嘉欣鬥呢？最後洪恩敗咗，離開咗劉鑾雄嘅公司，但係佢個名始終無法從劉鑾雄嘅烈焰花名冊入面除去。多年之後，網友仲會話：你要信得過大佬嘅眼光，意思係話能夠入到大佬法眼嘅女人，一定係靚到一個點噶。離開咗劉鑾雄之後，洪恩後唔後悔？佢自己都講過。其實以前諗住拍拖，成個人渾渾噩噩，有好嘅角色同電影都唔想接拍，浪費咗唔少機會。呢句話聽落係好後悔，但係佢有冇吸取教訓？冇，佢接落嚟嘅人生繼續衰喺男人身上。1996年，25歲嘅洪恩同一個富商黃國良結婚，為咗維持清純形象，兩個人秘密結婚，對外保密。但呢段婚姻只係維持咗大約1年就離婚。更加諷刺嘅係，黃國良後來因為開設色情場所而入獄。庭審嘅時候，佢俾人當眾問話：你前妻係咪洪恩？洪恩因此被人釘喺隱婚加前夫開妓院嘅恥辱柱上。但係最慘嘅係，洪恩同黃國良做夫妻嘅時候，佢根本都唔得閒。佢同莫少聰打到火熱。兩個人係因為拍《亡命天涯》而相識，一見鍾情。有傳聞話，洪恩係為咗莫少聰而同黃國良離婚。莫少聰1960年出世，80年代香港當紅男星，有電眼男星之稱，樣靚仔，身材好，演技又唔錯，入圍過2次金馬獎同金像獎。當時佢36歲，洪恩25歲，足足大佢11歲。洪恩對莫少聰簡直係黐到一個點啊！只要有時間就飛去揾佢，唔理天南地北。圈內人都叫佢做根德夫人，意思係佢成日跟住莫少聰周圍走。佢嘅閨蜜蔡少芬、朱茵，佢哋都睇唔起莫少聰，覺得呢個男人唔可靠，紛紛勸佢分手。但係洪恩黐到一個點呢？佢寧願唔要閨蜜，都唔願意放開莫少聰。蔡少芬仲話過，為咗莫少聰，洪恩同佢哋冷戰咗好耐。
最諷刺嘅係，莫少聰從來都冇正式承認過呢段戀情。佢對外宣稱自己只有一位相伴9年嘅女友上山詩娜，係個日籍女仔。佢對洪恩嘅態度，充其量只係曖昧不清。但係洪恩就將全副心機都放晒喺佢身上，事業都唔理，成日請假去陪佢。當時嘅洪恩正值事業上升期，但係佢為咗莫少聰，乜嘢都可以犧牲。受原生家庭嘅影響，洪恩非常冇安全感。生怕被莫少聰拋棄，佢放低自己嘅身段，好似條尾巴咁一直跟喺莫少聰身後，試圖用執着嘅心嚟感化莫少聰，拉近佢哋之間嘅距離。但係隨住時間嘅流逝，莫少聰厭倦咗洪恩，兩個人嘅感情消磨殆盡，只係剩低無休止嘅爭吵。到咗1999年，莫少聰果斷提出咗分手，洪恩鬥氣頭都冇回咁離開咗佢。但命運同佢開咗一個殘酷嘅玩笑。分手冇幾耐，洪恩發現自己有咗新人，佢將呢個消息話俾莫少聰知，點知換嚟嘅係最冷酷嘅回應。莫少聰第一時間質疑個 BB 嘅血緣，佢話個 BB 唔一定係我噶。佢仲暗示洪恩私生活混亂，你咁鍾意玩，確定個 BB 係我嘅咩？佢堅決唔想要呢個 BB。仲要求洪恩做親子鑑定。原來1999年，洪恩俾人影到同走私犯賴昌星喺郵輪度嬉戲，港媒爆料話佢係賴昌星嘅情婦。莫少聰就借住呢個由頭話洪恩私生活混亂，個 BB 唔知係邊個嘅。呢啲說話對於一個懷孕嘅女人嚟講係幾咁傷害。但係洪恩做咗一個令所有人都意外嘅決定，佢要生落嚟。周圍所有人都勸佢唔好生，包括佢媽媽、閨蜜、經理人，但佢就係唔聽。佢話：我阿媽一個人湊住我哋姐弟4個都可以養活，我點解唔可以養活一個？佢已經做好最壞嘅打算，大不了離開娛樂圈去打工，大不了一個人過一世唔嫁人。2000年8月16號，洪恩獨自一個人喺加拿大生咗個仔，取名莫浩廉，金富勝。值得一提嘅係，莫少聰嘅媽媽喺洪恩最艱難嘅時候陪住佢待產，呢份情誼令人感動，但係同時都令人感到諷刺。個阿媽有心有肺，個仔就薄情寡義。BB 出世之後，洪恩做咗 DNA 親子鑑定，證實個 BB 係莫少聰嘅，但係莫少聰依然拒絕公開承認父子關係，一唔認就係8年。點解佢咁狠心？有人話係因為對洪恩隱瞞婚史感到被欺騙，有人話係因為佢正值事業巔峰期，唔想承擔醜聞影響，仲有人話佢根本就係一個風流浪子，仲未玩夠，根本冇心思結婚。呢8年，洪恩一個人湊住個仔，受盡白眼同輿論壓力。喺當時嘅社會環境之下，未婚媽媽呢個標籤係幾咁沉重，大家都明。佢由一線女星跌落，星途慘淡。為咗養個仔，佢乜嘢戲都接，就算係女英號都照做，因為佢要揾錢養家。2001年，洪恩以1000萬港元嘅身價簽約咗廣東巨星影業公司，正式轉戰內地市場。呢間公司嘅老闆就係大名鼎鼎嘅鄧建國。鄧建國1959年出生於江西臨村，係屋企嘅老大。佢從細就係個鍾意搞呢搞路嘅人，讀書唔成，小學同初中都各自留級一次，高2就退咗學，入咗林場做通訊員。1984年離開林場，下海經商。幾年嚟，佢做過信息生意，都做過報刊副總編，甚至仲幫人影過結婚錄像，但係都冇賺到錢。1990年，佢帶住1000蚊去咗廣州，喺嗰度認識咗佢人生中嘅貴人李仁立，開始為廣州嘅企業拍攝廣告宣傳片。1994年，佢成立咗明星創作室，正式進軍影視圈。鄧建國最出名嘅唔係佢拍嘅電影，而係佢鍾意炒作，鍾意溝女明星。佢身邊嘅小女友可以有一打，個個都係年輕貌美嘅女星。2000年，37歲嘅鄧建國被媒體評為影視界10大風雲人物之首，足以睇出佢喺影視業嘅名氣。
洪恩嚟到內地發展嘅時候，已經同莫少聰分咗手，獨自撫養個仔。而此時嘅鄧建國已經係一位好有名氣嘅製片人，而佢同多位女友嘅感情生活更加係眾人關注嘅焦點。佢同洪恩多次被媒體影到兩個人舉止親密、共同出行嘅畫面，兩個人嘅緋聞層出不窮。喺接受採訪嘅時候，鄧建國仲大方咁向媒體表示願意撫養洪恩個仔。佢話：洪恩個仔同我嘅一樣，我願意養洪恩個仔。現場仲有人不懷好意，調侃洪恩嘅仔本來就好似鄧建國。洪恩冇嬲，反而為鄧建國講說話。愛兒童嘅男人再壞都壞唔到去邊。聽到呢度，洪恩係咪以為自己終於揾到一個可以依靠嘅男人？佢係咪以為呢個願意養佢仔嘅男人就係佢嘅真命天子？但係現實再一次刮咗佢一巴。冇過幾耐，鄧建國就將自己講過嘅說話拋諸腦後。佢認咗個契女，呢個契女叫黃子琪，當時得14歲，係廣西來賓大山深處出嚟嘅貧苦女仔，為咗生計被逼喺餐館做服務員。鄧建國喺一間小餐館食飯嘅時候見到佢，就認咗佢做契女，唔單止承擔起佢嘅生活費同學費，喺生活上都好照顧佢。2008年畢業之後嘅黃子琪乾脆直接搬咗喺契爺屋企住，兩個人漸漸產生咗感情。2011年7月，52歲嘅鄧建國高調迎娶比自己細33歲嘅19歲靚模嬌妻黃子琪。呢場婚禮震驚咗成個娛樂圈，閃光燈噼啪作響，記者嘅問題尖銳咁掟過嚟。鄧總，你係由佢14歲就認識咗嘅係咪？呢個算係養成係婚姻嗎？喧囂幾乎淹沒咗佢嗰句我哋係真愛嘅辯解。洪恩仲未嚟得切將個仔帶俾鄧建國睇，佢就拖住緊19歲嘅契女走入咗婚姻嘅殿堂。當洪恩知道鄧建國結婚嘅新聞之後，傷心欲絕。呢個承諾要養佢個仔嘅男人，轉頭就娶咗個同佢個仔年紀差唔多嘅女仔。呢個打擊對洪恩嚟講有幾大？但係就算係咁，洪恩仍然對愛情充滿咗期待同向往。佢唔會放棄，佢要繼續揾一個可以依靠嘅男人。2002年，洪恩再次俾人影到同細佢10歲嘅男演員陳信源喺鬧市逛街，兩個人行為親密，有講有笑，明顯係喺度交往緊。陳信源係個富二代，洪恩以為呢次終於可以幸福，但係架不住男方變心得好快，唔夠半年時間，兩人再次分道揚鑣。陳信源後來結咗婚，又俾人扒出婚內出軌。之後冇耐，洪恩同細佢7歲嘅演員郭力恒談起咗戀愛。每當媒體問起，洪恩唔單止大方咁承認兩人之間嘅戀愛關係，更加堅定咁表示：我覺得喺呢個年代，已經冇人會覺得年齡係一個問題。但係姐弟戀雖然新潮，架不住男方變心得好快。郭力恒呢世人兩個高光時刻，一個係同洪恩姐弟戀，一個就係借錢唔還，俾人曝光到媒體追債。所以冇耐，洪恩就同小郭講咗再見。到咗呢度，洪恩交過6任男友，一個出軌，一個追擊女星，一個爭錢唔還，一個娶契女，一個開妓院俾人拉，仲有一個唔認自己嘅親仔。蔡少芬曾經話過，洪恩就係嗰種不停要拍拖嘅女人，或者只有通過拍拖，佢先至能夠感受到自己俾人愛。2004年，洪恩同張丹峰因為拍攝電視劇《我願意》相識。當時洪恩33歲，係知名港星，雖然事業大不如前，但係好歹都係有名氣嘅。張丹峰得23歲，係一個冇乜名氣嘅小演員，住喺地下室出租屋度，同阿媽居住喺老舊嘅小區入面。每日忙於跑劇組投簡歷，絞盡腦汁諗住點樣喺娛樂圈立足。兩個人相差10歲，地位懸殊。張丹峰對呢個充滿魅力嘅女人一見鍾情，對洪恩展開咗猛烈嘅愛情攻勢。佢對洪恩、對佢個仔都好好，呢份真誠打動咗經歷過感情創傷嘅洪恩。張丹峰仲好聰明咁由洪恩個仔入手，對個仔好到冇得彈啊！洪恩好感動，因為終於有個男人願意接受佢個仔。
但係洪恩喺愛情路上成日踩屎，呢次終於清醒咗一陣。佢去揾好閨蜜蔡少芬詢問意見。當蔡少芬聽到佢哋之間嘅故事之後，即刻反對，覺得張丹峰好唔靠譜，睇落壞壞地咁。蔡少芬明確表示反對，張丹峰眼睛睇落壞壞地咁，唔好理佢。雖然洪恩拒絕咗張丹峰，閨蜜想方設法咁阻撓佢哋喺埋一齊，但係執着嘅張丹峰冇放棄，反而更加堅定咁表示要同洪恩喺埋一齊。佢對洪恩細心體貼，嗰種溫暖係佢由細到大夢寐以求，但係始終冇得到過嘅。張丹峰幫洪恩除一次鞋，佢感動咗好耐，感覺自己係俾人寵愛嘅姑娘仔。張丹峰仲多次向洪恩求婚，為咗保護啱出道嘅張丹峰，兩個人進行咗長達4年嘅地下戀，直到2008年1月，蔡少芬同張晉結婚，兩人以情侶嘅身份去參加，先至俾人爆料。2009年6月20號，洪恩同張丹峰喺香港4季酒店結婚，媒體都用下嫁呢個標題，因為嗰時候嘅張丹峰確實仲未有乜名氣。婚禮上，洪恩9歲嘅仔莫浩廉擔任花童，婚後莫浩廉改姓張，更名為張浩廉。呢個決定係洪恩為咗多謝張丹峰對個仔嘅照顧。結婚之後，洪恩將自己嘅工作重心放到咗家庭上，佢仲出錢俾張丹峰嘅媽媽買咗間屋，仲送個姑仔去國外留學。為咗體恤男友冇錢打長途電話，洪恩仲主動承擔咗大部分電話費，基本都係佢主動打俾佢嘅。洪恩對張丹峰係真心好噶，掏心掏肺咁對佢。2014年2月4號，洪恩為張丹峰生咗個女張希彤。當時洪恩已經43歲高齡，屬於高齡產婦。有咗個女之後，洪恩就慢慢淡出演藝圈，將重心轉向家庭。睇落呢個女人終於可以過上平靜幸福嘅生活啦。而張丹峰呢？佢喺2015年憑住電視劇《花千骨》而受到關注，收穫唔少粉絲，仲獲得咗2015年度國劇盛典媒體最關注演員，事業終於逐漸走上咗康莊大道。但係隨住事業嘅發展，感情卻迎嚟咗危機。2018年7月，網友開始發現張丹峰同佢嘅經紀人不瑩關係過於親密，佢哋扒出兩個人戴住情侶款手錶，着情侶款 Gucci T 恤、衛衣，合照入面企位親密。張丹峰仲喺微博稱不瑩做不文文，同佢慶生。不瑩係邊個？佢1984年出世，係張丹峰嘅經紀人，仲係張丹峰工作室嘅100%持股股東。換句話講，佢掌握住張丹峰嘅財政大權。7月24號，洪恩發佈迪士尼遊玩合照，相片入面不瑩嘅企位同埋佩戴嘅手錶引發網友質疑。7月29號，不瑩發佈長文澄清，話手錶係錄節目嘅時候幫手保管嘅道具，情侶款衫係洪恩幫佢哋買嘅，強調我同峰哥之間只有知遇之恩，冇愛慕之情。話洪恩同張丹峰都當佢係妹妹。第二日，洪恩就出嚟評論話，非常多謝大家嘅提醒，請放心，我老公同佢經紀人真係冇乜嘢。佢仲話不瑩嘅回應都係真嘅，仲話張丹峰好依賴不瑩，錢都俾對方管。呢個回應係維護老公定係自欺欺人？大家都心知肚明啦。到咗2019年4月8號，娛樂圈大佬卓偉出手，曝光咗張丹峰同不瑩喺重慶拍戲期間深夜酒店共處嘅實錘畫面。晚黑約10點，兩個人返到酒店，不瑩由電梯出嚟，直接入張丹峰間房。入去冇幾耐，佢返自己房換咗套家居睡衣裝扮，再去張丹峰房，一直到凌晨1點幾先至離開，共處一室3個鐘頭以上。呢個畫面仲可以點解釋？洪恩嘅反應好快，佢刪除咗大量同張丹峰嘅恩愛微博，只係保留咗含有不瑩嘅迪士尼合照。佢仲發咗一條微博之後秒刪。點樣先可以做個聰明嘅女人？我太蠢啦！睇到呢度，大家有冇覺得好諷刺？李嘉欣喺20幾年前鬧佢蠢女人，20幾年之後佢自己都認咗，我太蠢啦。呢個女人用咗30年時間，終於承認咗呢個事實。
網友開始瘋狂爆料，發現不盈兒子有個天涯小號，入面嘅內容係攻擊洪恩嘅。仲有人發現不盈係張丹峰工作室嘅100%持股股東，佢掌握住張丹峰嘅財政大權。蔡少芬當年嘅神預言俾人翻出嚟，張丹峰面上壞壞地，眼睛睇落好花心。4月20號，張丹峰工作室發聲明澄清，否認出軌，否認不盈懷孕。話網傳驗孕棒係酒店房卡，否認轉移財產，話深夜工作係經紀人正常職業需求。5月6號，張丹峰先至第一次發長文回應，宣布不盈已經引咎辭職。5月7號，港媒就爆洪恩選擇原諒張丹峰，此後兩個人多次俾人影到帶住個女出街，手拖手逛街。但係呢個引咎辭職係真定假？2022年12月，娛記爆料，不盈根本冇辭職，佢仲係張丹峰嘅經紀人。張丹峰直播帶貨嘅收入直接匯入不盈嘅賬戶。兩個人外出工作嘅時候要求換成同一間套房。不盈掌握住張丹峰嘅財政大權。到咗2023年4月27號，洪恩同張丹峰合體直播帶貨，但全程氣氛尷尬。張丹峰始終唔睇洪恩，冇眼神交流，多次打斷佢講嘢。4月29號，不盈評論張丹峰不盈情侶裝食宵夜傳聞，晒出3個人同台嘅相片。相片入面，不盈坐喺張丹峰對面，洪恩坐喺張丹峰身邊。網友質疑不盈嘅座位安排不當，點解一個經紀人要坐喺老闆對面，而唔係坐喺老闆娘隔籬？5月1號凌晨3點幾，洪恩發微博：我同張丹峰唔再係夫妻關係。呢條微博俾人刪除之後又發，連續發咗3次。佢仲喺評論區回覆：某人一直刪除我嘅微博。話題詞條：洪恩某人一直刪除我嘅微博。洪恩張丹峰離婚，不盈全部衝上熱搜。1個幾鐘頭之後，張丹峰發微博回應：對，唔過啦。仲配以揞住面喊嘅表情。有網友問：同不盈過嗎？張丹峰回懟：同你過咗。凌晨6點幾，不盈發微博：兩位老師，嗌交還嗌交，唔好攞離婚開玩笑，咁樣發展我真係講唔清啦。全香港、全中國嘅網民都以為佢哋真係離婚，點知5月13號，洪恩同張丹峰發佈致歉信。話之前發佈嘅內容係夫妻間家務矛盾引發嘅情緒性言論，表示兩個人只係因為生活瑣事嗌交，並冇離婚，強調矛盾同不盈無關，承諾願意努力學習點樣經營婚姻。網友徹底傻眼，大家都鬧洪恩哀其不幸，怒其不爭。有人質疑致歉信用簡體字，洪恩習慣用繁體字，懷疑唔係佢本人發佈。有人話洪恩講過賬號俾人控制，呢封信好可能係張丹峰逼佢發嘅。仲有人批評兩個人將離婚當兒戲，鬧到全網皆知，又話係假嘅。2021年，洪恩同蔡少芬、朱茵、陳法蓉4個好姊妹合體做咗綜藝節目《請食飯嘅姐姐》。節目一開始，大家坐喺台前傾偈，氣氛好熱鬧。呢個時候，節目組神神秘秘咁表示，有姐夫送花嚟慶祝，然後攞出一盆辣椒花俾啲姐姐估下呢個係邊個送嘅。大家開始都默契咁認為呢朵辣椒花係張晉送嘅，因為蔡少芬好鍾意食辣椒。蔡少芬眼見辣椒花冇人認領，自己都開心咁默認係張晉送嘅，表示咁樣好貼心，自己可以食。話風一轉，節目組坦誠咁話，大家都冇估啱，呢個辣椒花其實係張丹峰老師送嘅。呢句話一出，令洪恩覺得不可思議，將信將疑咁話自己唔能夠食辣。呢個細節俾觀眾睇到心都痛。一個老公連老婆唔食辣都唔知，仲送辣椒花俾佢，呢個係幾咁諷刺。2024年，洪恩同張丹峰繼續合體做各種商業活動，直播帶貨、上綜藝商演。佢哋仲係夫妻，但係婚姻狀態一直撲朔迷離。張丹峰喺綜藝無限超越班入面回應婚變傳聞，強調家庭和睦，同太太洪恩感情非常好，話都係自媒體造謠導致，希望投資方放心，渴望重返影視舞台。
但距離不瑩出軌風波已經過咗5年，佢依然冇戲拍，被人標籤為高風險演員。到咗今日，2025年，洪恩已經54歲，佢個仔張浩廉已經24歲。2024年加入咗男團 Lo9，身高188公分，樣靚仔，入咗娛樂圈發展。佢對繼父張丹峰好好，多次喺社交媒體上為繼父點讚慶生，父子關係極好。個仔曾經公開講過：我爸爸當我係親生仔，我就當佢係親生爸爸。至於莫少聰呢個當年拋棄洪恩嘅男人，後來嘅人生都好慘淡。佢2009年同洪雁閃婚之後，好快閃離。2011年因為吸食大麻喺北京俾人拘捕，拘留14日，事業跌落谷底。之後佢同細佢26歲嘅孫雲玲結婚，生咗個女莫子嫣，但係又喺2016年左右離婚。近年佢落魄到要去各地小縣城商演為生，被網友稱為娛樂圈第一渣男。鄧建國呢？佢同黃子琪嘅婚姻只係維持咗幾個月就完咗。婚後冇幾耐，懷孕嘅黃子琪不幸流產。對於一個啱啱19歲嘅女仔嚟講，呢個係身心巨大嘅重創。但係喺鄧建國嗰度，似乎只係一次投資嘅失敗。佢婚後嘅冷漠，同埋呢個時候傳出嘅同其他年輕主持人嘅緋聞，好似一把尖刀刺穿咗黃子琪所有嘅幻想。佢原本以為捉住咗改變命運嘅階梯，最後卻發現自己只係人哋故事入面嘅一個注腳。嗰句感覺自己嘅人生成咗悲劇嘅哭訴，道盡咗呢場豪門夢碎嘅淒涼。之後鄧建國又迎娶90後嬌妻劉洋，又同江露露訂婚炒作。2014年又娶咗啱滿19歲嘅黃艷，奉子成婚。如今契女嘅反水，張國立、湯鎮業等明星都離佢而去，公司俾人拍賣，頂級豪宅都俾人查封咗。佢始終唔明白，炒作只係投機取巧嘅手段，活得長久仲係要靠作品。講到呢度，我哋不妨停一停，諗一諗呢個女人嘅一生。佢5歲父母離異，缺乏父愛，從細就渴望一個完整嘅家庭。佢靚到令人窒息，喺90年代香港娛樂圈稱得上係一線美女，同李嘉欣同框都唔輸蝕。佢本來可以有大好前程，但係佢為咗劉鑾雄，為咗莫少聰，為咗鄧建國，為咗張丹峰，一次又一次放棄自己嘅事業，做根德夫人，寧願唔要閨蜜都唔願放開呢啲男人。結果呢？佢未婚生子俾人拋棄，由一線女星跌落，承受8年輿論壓力，獨自撫養個仔，受盡白眼。佢本來可以吸取教訓，識多啲人，揀好啲嘅，但係佢偏偏又揀咗一個細佢10歲、冇乜名氣嘅小演員張丹峰。佢以為自己今次揀啱人，點知又一次受傷。老公同經紀人嘅緋聞鬧咗5年，實錘都出晒嚟，佢仲係選擇原諒。佢刪微博話我太笨了，刪完又繼續同老公演恩愛，繼續俾不瑩掌握財政大權，繼續俾老公同不瑩喺同一間酒店套房共處。點解一個咁靚嘅女人會活得咁慘？因為佢太善良、太軟弱、太渴望一個完整嘅家庭。佢唔係唔知道自己俾人傷害，佢只係唔願意面對。佢寧願呃自己，寧願忍忍，都唔願意承認自己有一次揀錯人。佢一生最大嘅夢想係擁有一個完整嘅家，買一間大屋，俾一家人住埋一齊。為咗呢個夢想，佢可以犧牲一切，包括自己嘅尊嚴。但係最諷刺嘅係，佢越係想捉住呢個夢想，就越係捉唔住。佢捉住莫少聰，結果俾人拋棄，成為未婚媽媽。佢捉住張丹峰，結果俾人背叛，成為全網笑柄。佢捉住嘅從來都唔係一個完整嘅家，而係一個又一個謊言。而家54歲嘅洪恩仲同張丹峰維持住婚姻關係，繼續直播帶貨，繼續演恩愛夫妻。不瑩依然係張丹峰嘅經紀人，依然掌握住財政大權，依然形影不離。呢個女人用傾城美貌活咗大半生，換嚟嘅係一地雞毛。蔡少芬嫁咗張晉，生咗3個女，一家人幸福美滿。李嘉欣嫁咗許晉亨，做咗豪門闊太，同樣係貧寒出身，同樣俾劉鑾雄睇中過。點解佢哋可以幸福，洪恩就咁慘？
李嘉欣30幾年前嗰句蠢女人一語成讖。今日嘅故事就到呢度，歡迎訂閱、讚好、轉發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！